大家亲亲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早。今比是3月26拜四的，我是陈彦祖。当然呢，早晨9点半，大家亲新闻都会伫明路方带来关心，也来大家有关武汉肺炎的最新消息。今比一开始我来关心嘛个议题咯。其实伫筹备的消息公布出来时节，大家谈到都出强的，也就是来看到一个苹果日报。伫筹备下周的时间呢，英国phòng事就有正式来公布的，英国的房处查验室网址，也呢没有确定测不到武汉肺炎的。这查验室网址啊，给确定测不到武汉肺炎的消息传出来过后呢，大家都出强的。认真的查验室呢，佢一下呢算係英國房事天然順位嘅繼承人，意思呢就係講一個英國5房伊麗莎白女士佢退位過後呢，一個查驗室房子佢就係寫下來嘅英國貴房嘅，按從有人夫也係未確定測不到武漢肺炎嘅，大家主動講好，就認真講，一下呢大家還發現呢，一個查驗室房子啊，佢啲確診以前呢，佢係有提同5房來見面，嗰種呢大家主動講講，也其實啊，佢嘅所有嘅房事成員呢，都本大家保護到同好，就強呢，佢也就被測不到。唔過呢，一下將查驗室房子按從有人就確定測不到嘅，就強房事嘅防疫會出問題。佢到底呢查驗室佢係用嚟測不到，然就對一個英國嘅疫情佢來看咯。一部呢，英國嘅疫情係見來見嚴重，從一下英國嘅確診案例數就已經來到係漸漸嘅有8,000例嘅，韓國呢也係確診案例係跌見增加當中，仲係英國首相強生一下呢未已經針對嘅一啲相關嘅天氣發布嘅封賞令，要求呢所有嘅國人呢大家都做唔得出去嘅，最講認真一步嘅英國嘅疫情係見來見啲開嘅。咁樣呢，大家主動想了解一下查驗室房子嘅身體情形係樣嘅啊。佢房事呢，佢就有公布嘅一啲查驗室佢啲確診以前，佢有出現6嘅相關嘅整體身體霧霾狀況哦。佢房事成員就同樣帶佢去檢測，前面就確定測不到嘅。也呢，也嚟查驗室嘅本用啊，卡梅拉一下嘅檢測係陰性嘅，大家都知道講自在同好採用。不過呢，一下大家會親手嘅就係英國5房鴉片嘅，認真一下大家做看查驗室房事嘅前一步嘅行程就有發現，查驗室呢，佢喺第3年、4年時節有去參加公開活動，佢啲參加活動過後呢，佢係有去同5房伊麗莎白女士來見面。嗰種呢，大家主動講，一啲查驗室一下確定測不到嘅，佢咁有留一啲疫情呢，採本一啲英國5房。嗰種呢，一下英國嘅房事相關成員咪來加強一啲5房嘅相關嘅保護措施嘅，仲係也睇下呢其他人。總地遷出嚟同你哋5房有相關嘅接觸，也係5房嘅順風人都係同佢親的人，佢一般人呢都總地同5房來見面，未來相關嘅公開活動未來至少嘅，希望呢未來也係英國嘅5房攞佢保護到清好。咁呢也大家呢就未同上了解嘅查驗室嘅到底啲內測不到嘅，佢就對查驗室前一步嘅公開行程來看咯。你大家呢未有發現呢，查驗室嘅啲處事嘅時節有去參加一個英國倫敦嘅片一個環島水演出嘅慈善活動，幾時間呢從啲一啲查驗室房子對面呢，一啲阿伯天意師一啲官員呢，佢係啲差唔多上禮拜4時節就確定測不到嘅，也呢就確定佢比查驗室房子還啊早來確定，大家都認為講係咪有可能係一啲阿伯天意師來測本一啲查驗室房子嘅？唔過呢，一下其實係東南最重哦，也呢大家呢都希望一啲查驗室房子做得更加好起來喲。一下呢啲一啲查驗室房子確定測不到過後呢，也大家沒有同大家整理，也呢各行各業都有同道嘅名人，都有測不到一啲武漢肺炎哦，就一啲政治界啊、學術界，還有像體育界啊，還有像演藝界，都有同道嘅名人測不到。仲有啲政治界一下親有名嘅，就一啲英國嘅房處查驗室房子，還有前確診呢，咪係一啲摩納哥嘅前房阿伯天意師，也很多名人一下呢都有確定測不到嘅。然後呢，大家可能較了解就係一啲體育界先前呢就係一啲 NBA 男名嘅球星突然間佢咪確診呢，最講呢一下有同到嘅球員呢喺溜小確診呢，故所呢一下 NBA 咪至少比賽嘅，也所有觀眾咪冇一啲 NBA 比賽好看呢。然後呢一啲啲
佢咪有動到人來可聽設備到，從前幾年咧，大家台灣民眾可能同熟悉嘅一啲日本同小可一啲名人咯，就揾到志存健，佢幾近70人隻咧，佢啲前幾年嘅時間沒有確診咧，也呢佢咪啲一啲醫院治療當中，希望呢佢咪同講呢家整條呢咪係有啲嚴重嘅哦。然後呢仲係一啲好萊塢呢嘅名聲呢，仲係同冇番茄時夾到兩公婆，咪啲歐洲佢兩沙都強下設備到嘅，也呢都有當到嘅名人都設備到嘅。也咪呢，我同大家講，其實呢面對一個偏頭，大家呢都係做動向性，無論呢唔要做好防護措施，冇還係都有可能會設備到。嗰種呢大家啲下一步疫情案例開始之呢，嘅防護措施還係天作為，咪向大家會隨時注意自己身體情形咯。其看睇咧英國過後呢，因為關心一下美國嘅情形咯。嘅中國時報帶來消息，佢係會提醒大家，講下一步嘅美國嘅疫情係更來更嚴重嘅。建議嚟講，美國都有可能會變做下來疫情千里開嘅一啲素材哦。最講真，下一步嘅美國嘅確診案例數係更來更增加，就要好早提醒大家講下禮拜內就都有可能係美國疫情千里開時節。嘅美國嘅好早係因為講咯，你嚟看一下美國好早佢嘅講法。最講美國嘅 CDC 有一啲專家警告講。建議嚟講，認一下由美國家嘅疫情呢係增加到凍結。建議嚟講，美國下禮拜嘅確診案例數就有可能會超過亞嚟中國地區嘅，就會清楚發現一啲疫情嘅所在會超過中國地區。而家呢對基準理嘅一啲全世界疫情嘅圖表當過來看到，而家呢啲中國嘅確診案例數還係維持啲81026例，下一步嘅中國嘅確診案例數係增加到動慢咯。然後呢，中國嘅死亡人數每動態差唔多增3681人，然後呢，一下啲全世界排名疫情千里開第二名嘅就係啲意大利嘅，意大利一下有減嘅7300人，差唔多，一下有69176人，差唔多。嘅搶籌比嘅時節，意大利就一下增加5279人，嘅確診案例數係增加到非常非常高，韓國尤其係加到死亡人數未動到。而家呢，意大利嘅死亡人數總共有6823人，嘅死亡率減嘅有13萬多，其實也咪係非常得意嘅。然後呢，排名第三呢就係美國咧，美國呢一下確診案例數總共有54953人，嘅啲籌比嘅時節，美國就一年增加130平啲，總共係9624人。嗰種呢就有專家提醒講，整體美國一部分要特別注意。而家呢，美國千里開所在就係啲紐約鴉片，唔過紐約鴉片嘅醫療資源整體係非常非常唔大。嗰種呢，紐約州長啊、紐約市長沒有提出嘅相關嘅防疫措施，呢對一下美國政府嘅防疫態度沒有提出有啲批評咯。就講美國州長呢，佢就有講到，因為防疫就像係作戰，唔過一下貴嘅紐約鴉片，所以咪外用咩唔拉，韓國要從頭起起啊，韓國從防護傘，一條根本就唔拉，有條因為講，下來呢嘅美國有可能會使用差唔多會15萬檔案度嘅民眾，唔過呢一下呢嘅嘅紐約嘅片呢。平常數根本就唔拉，就希望呢全美國韓國有全世界外來聽數紐約也部分咯。然後呢就認真講，就講紐約會發生很大規模嘅群體感染。嗰種呢紐約市長就一下呢咩啲安全呢，為留啲感染度紅嘅反應留幾標出來，差唔多會留330反應標出來。因為大家就同講，一般民眾就同講一下疫情案例開嘅，一下呢韓流反應標出來，咁會對治安造成影響冇？嗰種呢紐約市長拍攝後，佢就有進一步嘅同大家來解釋，講一條330年嘅反應當中呢，一條呢單單呢有條規定咯，就講一條差唔多呢對啲74卡嘅反應裝做嚟標出來，為卡多些反應裝做嚟標出來。韓國呢一條咪做唔定係新情況嘛？韓國有將家庭暴力相關嘅一條前科嘅人裝做嚟老記標出來，像係一條水性卡強嘅人裝做嚟標出來，應該唔會對治安造成太大影響咯。主要呢就係認真講一下疫情案例開，故種呢咪對感染度方面未來加強相關嘅
防疫措施。也呢，之前嘅電視節還發生美國軍方啲有一台航空母艦登高，有3名阿兵哥兼靠天車飛到嘅。一下美國嘅陸軍、海軍同空軍都幾件有人車飛到嘅。故所呢，一下面有好早就提醒嘅講，認真一下呢，紐約市政見疫情係非常厲害。故所呢，建議大家講一步嘅，從而紐約市24日。也一步要從紐約市嘅民眾，都係自家來做好自家隔離來做14日，或自家來做好防疫咯。上次呢，嗰度有啲疫情車本其他人。佢可能呢美國、韓國有英國嘅相關消息過後呢，因沙來呢或者過來關心呢啲韓系國際方面嘅消息。嘅自由時報呢同大家呢就來帶來嘅中國這片嘅消息咯。最講呢，中國官方嘅變宣布呢，第4月初8嘅時節，就係針對前早發現以前嘅一啲武漢地區呢來解封嘅。一啲解封呢，就係講其實下一步呢，中國官方呢啲廿幾日呢，已經針對湖北地區呢來部分開封嘅，就係講民眾早點呢開始來出現嘅。唔過呢，也有好早就動手講，認真講一下啲中國嘅片啦，有600案度，加到研究講有600案度係無症頭嘅帶原者，加到呢韓系動有可能會變做一類防疫嘅問題。最講前幾年嘅時節，其實中國嘅片沒有宣布嘅，假使呢唔係病毒檢測係陽性，唔講呢唔成功冇出現相關嘅症頭，唔就冇出現一類確診嘅案例數地度。佢睇下呢就動手講，認真一下呢一類確診係。病毒係陽性呢，唔過無症頭，還係有可能會成為本意。唔過唔啲，認真講唔啲，亞成紅病毒係多，還係少，也嘅傳染性係高，也係大。有你睇下就同講講，假使嘅武漢解封過後，按到無症頭人啊，警察亂走，還係有可能會對中國帶來第2層嘅疫情。故所呢，也係主要中國這片世界專家就呼籲嘅，中國官方還係應該為做好相關嘅調查，為了要到相關。無症頭嘅感染者控制後，將有可能來防沙來，還有可能會發生第2層嘅疫情。其觀聽另外一個消息過後，沙來呢，我繼續來關心台灣女僕嘅消息咧。佢啲籌備時間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有公布嘅台灣總共有新增加19例嘅確診案例，嘅其中單都係對境外泄露來嘅。唔過呢，一般睇下動手嘅部分呢，就係講認真一下呢，有台灣係咧，從係科技嘅技術啊，韓國有籌備又有新增加一類從用航空嘅狂火焰，也呢啲狂火焰鴉片呢啲空中嘅運輸交通也方面，已經有40人確診呢。認真講一類上係狂火焰啊，想同一般民眾有同到接觸所在，故所其實大家主動講，你同想了解一類狂火焰佢到底係樣情形。也呢機關處就要同大家來做進一步嘅說明呢，最講一類從用航空嘅狂火焰呢，佢係一類20世嘅5星咯。佢啲3月初8到3月11日期間，有去到美國。另外都係15個月由比到1年起，都係16日由轉到台灣來，都係17個月還係繼續來上班咯。呢期間呢，其實其他成分都冇太大改變，都係還係要出去啊，還係要同某家人來接觸，都係22個月佢開始出現發燒啊，韓國像喉嚨怪痛啊、鬼神嘅上眼痛一條相關嘅症頭，基本前上看過後，7年就靠天車尾到嘅。因為同佢接觸人呢，一下呢差唔多廿親戚朋友啊，總共有80人都嘅幾家隔離當中，韓國有將一類從用空沒有發出公司女僕嘅建議，提倡相關嘅機組員為自家隔離、自家觀察身體到3日待為止。然後呢啲籌備前增加案例當中呢，有見動貼片係好高嘅群體感染事件，最講籌備以下就增加4個對境外泄露來嘅案，韓國也條單都係啲英國強意見好高度方轉來嘅，也條呢咩同時係啲3年22個月對英國轉來，還有呢咩差唔多。發現到，加條呢同時呢，啲3月15咪就係啲3月15日到3月18日期間，就會加條啲英國時節都有出現相關嘅症頭嘅。也呢啲確診過後呢，機關處就繼續來追查，發現啲前幾年嘅時節差唔多啲卡咗以前，沒有一類同加條共用係啲英國強健太好嘅一類確診患者，嗰種呢也嘅英國嘅好高群體感染事件，啲籌備嘅時節已經增加來到50人咧，稍來呢一件太好係會
发生很多的感染事件么，也係呢指揮中心還係啲繼續追查當中。然後呢，為咗加強國內嘅防疫嘅做法呢，機關處啲籌備沒有公布一項新嘅措施哦，最講針對大型嘅是非活動未來進行管制嘅。20下半呢，當局就有講到嘅籌備呢，也嚟指揮中心就有宣布，最講地幅度有130人卡介嘅活動，韓國有啲室外有530人卡介活動，相關嘅是非活動都建議愛來停辦，也係暫後。總馬會按用咗呢，陳時中就有大家講嘅，結果呢，希望呢愛同下議集團限下嚴格嘅管控來前做好準備。啲按用嘅措施公布過後，大家呢就動向提供。其他呢民眾呢，假使從係為結婚啊、為搶銀行呢、為用家產咯，佢針對安尼問題，陳時中佢就有呢同大家講嘅，假使能等上係兩公婆為去結婚，就去登記，安尼就好嘅，將做嚟減少一啲社會度嘅一啲風險咯。唔過你假使人想係盼做搶銀行會有按多人，也部分嘅做法係唔建議哦。嗱，你從係一般民眾假使平常不用了啊，像去天陽園看天陽嘅用家產咯，認真天陽園就按太間，假使呢個一間差唔多都做嚟坐200-300人、300-400人咯，千多嘅時間，佢一部分我用嚟做好防疫咯。佢陳時中呢，佢就講到，佢建議嘅天陽園嘅業者應該要用梅花草，就唔好睇價嚟白白草本，所有嘅觀眾來搬開來。韓國有啲買票時間呢，咪盡量控制啲一間天陽園堵空呢，嘅人數唔好超過130人，按用。就做啲來做好相關嘅防疫措施嘅。韓國呢，我睇下咩同關係咪講，就係講真沙下來呢，前面連續假期就會到嘅。睇下呢可能會去坐高鐵啊，坐火車，也係可能未有可能會坐比較機器到國外時節嘅運用解釋咯。嘅陳時中就講嘅，針對一條交通工具其實冇政府嘅管制措施哦，希望呢睇下係咪做得啲一條唔同風啊幅度，管到秘密空間都好盡量。為大好這美來做好自家保護嘅相關嘅措施，就做得減少相關嘅社會度嘅風險哦。佢以上呢就係引進比同大家整理有關疫情嘅情形消息，佢有關疫情嘅情形發展喺下晝2點時節，佢仲用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會來開記者會嘅，請大家繼續來收聽。